我咧就好簡單嘅啫，我個人我就覺得戲劇改變咗我一生咩咧？我能夠敢表達，我有自信，我有美感，我識欣賞，我中意靚嘅嘢。咁呢啲咧，我中學先得到喎。咁我要咧將我得到嘅嘢早啲俾嗰啲同學，所以就係契機咧開始發芽生長。我其實好想話俾大家聽，我嘅人生咧，真係一個老師係改變咗我嘅一生，就係因為呢個老師揀咗我去演話劇。當年咧，我哋係一個好沉默寡言嘅學生，但係唔知點解啲老師咧成日都睇中我嘅，一啲又睇中我去參加英詩獨誦啊、英詩散文獨誦啊，一啲同學睇中我去唱民歌啊、組隊啊咁。但係我係唔係好出聲嘅人嚟嘅。當年啊，李老師教我，咁咧全校揀3個同學去同皇仁書院演話劇，又結緣啦。其實咧，人生好多緣啊！今日都好結緣，見翻好多好朋友，香港兒童文藝協會，哇，宋老師都嚟咗啊！哇，太好啦！咁咧就所以因為我嘅一生由一點戲劇開始，頭先你都介紹咗啲，一路咧就哇同時做教育工作，跟住一路演戲，跟住咧仲會80年代陳再麗博士咧就係提議我去做呢個兒童音樂劇嘅導演。咁嗰陣時就第一屆喺呢個 Art Centre 有個第一屆兒童嘅藝術節，咁咧就做咗呢一個編導演嘅 Pinocchio， 跟住第2年就做 Alice in Wonderland。咁當年咧就請咗袁生編劇，就改咗個名做愛麗絲漫遊仙境，即係唔係夢啦咁。咁其實好得意咯，人生原來一個戲劇係令到我有機會去做編導演啦，跟住因為我做咗咧，就俾無線電視嘅林麗珍監製發掘咗我去做呢一個兒童節目嘅諮詢委員，亦都因為開會佢就好似睇到咦呢位 Miss Mok 可以做主持嘅喎，咁就叫我有一日咧就上去電視台，乜都唔使做，你上嚟咧對住嗰個冷感嘅電視機就講一段你想講嘅嘢。咁我又好有好奇心，於是咧好我又去咯喎。咁原來錄完之後，佢哋係經過咗呢個無線嘅 marketing department 同埋恒生贊助嘅 department 去睇，覺得呢個人都可以做喎，咁就請我上去就簽約啦。即係去到嗰度都未係停止啊，而係完全係一個教育為一個重要嘅路徑。但係我嘅旁支已經開始戲劇引發我去個文化藝術，跟住咧就去又有主持4年啦，之後就香港電台又請我主持教英文啦，就聽聽唱唱學英文，莫鳳儀姐姐主持。所以而家去到香港電台咧，好多老友記仲叫我莫鳳儀姐姐嘅。咁呢啲咧仲唔止喎，跟住就呢個Josie 嗰位先生喺邊度？Josie Josie 嘅先生咧就係嗰個唱片公司咧就請我去灌錄呢一個 Maggie Goes to School 教英文嘅，當年係錄音帶，知唔知啊 Tom？ 你未出世啊？係錄音帶，後尾先做 CD。如是者咧就一路發展到又做傑青啦，咁啊做校長啦。咁所以好啦，呢個好重要啦。嚟到校長呢一刻。其實我見到我其實教咗中學先嘅，跟住再教一間小學，咁再做好多社會服務啦。因為傑青裏面亦都好多香港社會服務，令我學習好多，見識好多，遇到好多界別嘅朋友，同埋尤其是了解咗學校嘅生活。於是我有機會做校長，我就話我要啟基學校係推行所有嘅嘢係要對學生好嘅。我見到以往好多唔好嘅印象不能夠出現喺呢度，就係用呢一個理念咧，就去將自己繼續喺學校咧一路推動文化藝術。咁戲劇係改變咗我一生嘛。當年我係一顆熱誠，相信去推動，但係今年啟基已經開始踏入30年啦。咁係由家長、學生翻嚟話俾我聽。原來戲劇教育喺佢嘅生命裏面咧，係發得好大嘅一個酵素，令到佢咧
對自己中意嘅嘢有信心去學啦，去追尋啦，甚至能夠咧要求家長咧係俾佢去改變自己嘅。最後講埋呢個例子，有一位同學佢畢業咗之後喺 Hong Kong U 讀完 Social Science， 讀完3年畢業啦。但係佢當年喺我學校係呢個中西樂團裏面嘅首席小提琴手，佢竟然有勇氣問阿爸阿媽：我可唔可以由頭讀過小提琴演奏？哇！我啲家長真係好到不得了，二話不說，好，我支持你。因為入親嚟呢間學校嘅家長都係另類㗎啦，即係佢哋咧係好相信我哋嘅理念，咁所以咧我好開心，何校長佢接咗棒之後，繼續推動五濕教育同埋戲劇教育。嚟到而家咧，今年好幸運啦，即係請到阿胡寶秀博士啦，嚟繼續發揚光大。佢已經係第4任嘅戲劇老師啦。咁所以咧，我好深信，如果香港嘅教育能夠每一間學校都以一個恆常課程去推動戲劇咧，我哋下一代嘅小朋友係快樂好多，因為佢得到嘅全部由頭先阿盧教授所講嘅values 啊。由陳先生所講嘅，佢哋嗰種感覺，佢點樣投入去唱歌，去表達佢自己，做主導，而唔係問過阿爸阿媽先至去反應嘅。咁呢啲呢，我諗係造就咗我哋小朋友最自由、最開放、最有創意嘅年代呢，嗰種沒有綁束嘅感覺，就奠定咗佢未來呢可以去尋找佢喜歡嘅人生，佢有興趣，佢發掘嘅潛能呢，佢就可以事半功倍。所以喺呢度呢，即係我哋每一位在座嘅呢，都希望你哋能夠傳遞呢個信息啊！戲劇係能夠改變人嘅一生。OK， 多謝晒你俾我分享。